小罗同志已经回阿坝州了，他有事儿。现在我看左巴也在直播了，以前很少看他直播。今天无意之中突然做题的时候，这个推了一下，是觉得好熟悉，这是谁？你看左巴在直播。哦，抱着小孩子在跳，这就是对这个的热爱。画面好不好？我不知道画面是不是黑的。看自动的应该好一点。华为手机在台湾可以看，对，便宜卖你5块，我以为打5折了卖的。今天丽丽要来的吗？哎，今天没来呢。今天说哦，明天来，今天星期一好像。拍了好多都没发完，还20多个、30多个。
没懂，再搞错。今天玲玲来不了，今天星期一他们公司开会，然后栏目王也来不了，今天加班。走马座应该要来。苏拉也来了，走马出了，后来就来了。这个刚刚来，苏拉的标志就是右边带朵花，都不用标志，一看就知道，就认识。哎，这啥个？确诊和走吧，确诊高一点点啊。确诊，哎，确诊和确诊。这是妹妹的同学，来了一个。你用抖音你直接在网页上看直播嘛，应该可以啊。跟那个其他的几个那个在网页版一样可以看啊，你不用手机登录也可以。网页端应该是没有受限制的，抖音的技术还可以，这个在网络公司里面数一数二。看音箱和吉祥全是8字。跟走马出彩后，国外的男友。
还有几个。哎，是丽丽吗？那是瑶瑶吗？瑶瑶在后面了。走出来。丽丽在，对呀，卡位置。这个是删掉。你的车上有没有多余的直播价呀？车上啊，车上暂时没有。这，你拿手上。哎呀，明天给你拿好吧。我明天给你带过来。你今天憋不住了，你要跳。他们3个，这个是谁？
吸引到那个，然后就自动对焦抓到他们。主要是大陆这边太关心了，关心你，所以说每个人的手机全部要实名制，说错话了直接照到一个身份证抓人就完了。取证他们这一圈走得快一些，瑶瑶他们那一圈走得慢一点。你看马上就超过他们了。
又过来了。